机场结婚宴呐，给她老公呢就被吃到皮的10公斤。啊，尹燕婷哎，这个传说是真的吗？真的有。哎，你到底煮什么给老公吃啊？对，因为可以。我刚刚看你这个白色的部分那么多，我就知道10公斤哪里来的了。因为好是煮出来没嘿，让我妈妈好的哦。哎呀，阿图妈妈那你好呗。爸爸应该也蛮胖的吧？哎，差唔多哦，有冇你咁子？秘密武器。介紹一下这个姐呢？这个真的很棒哎，中午不用放饭了。哎，这个是什么？高汤啊，是大骨汤还是鸡汤？大骨跟鸡汤。哇，该不会是那就是2组加起还是来。 2组给我们各抠一半过来。假子就事件，来都做脸部解法。雕刻。因為做雕刻，對跟住即係拗用拗名拗嘢係嘛，東西食落一樣嘅。哦，你没有一次说不好的。我個藍皮就悠悠的感覺。要嘅感覺，要嘅感覺，唔係感覺。那你就直接吃水果配沙拉油啊！不要剪那么大度，轉過來，反过来剪。Hello， 各位天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我楊淑坤，一家之主，我係民族。係中白腔。今日呢，你一家之主嘅一個列車吼，要繼續來向南台灣來，繼續試下去嘅，來到屏東了。哎呦，凍幸福嘅，唔過我咪凍小利嘅哦。因為南部嘅美食曾經凍好上，應該我就配咧。哎，我吃到講，你好像越往南，身材越來越太係啊壯。，南部的美食太好吃，這樣不行。過嚟到屏東也特別嘅講正經嘅哦，也特別嘅幾多嘅客家人，啊，今日你來到呢個素菜呢就係零落，其實我哋係愛提起排隊度拎落嘅哦。真的誒，凍期待就咧看到，哎呦，馬家鬧人嘅來賓，馬家凍好食嘅美食，嚟入為配咧吼。好，來分享到今日嘅評審欣賞，提前嚟到分享到然後節目嘅邱玉涵、邱師傅，哎，大家好，歡迎邱玉涵，嘿。還有我好兄弟吼，盧準斌、盧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盧準備盧師傅。其實我一直想嘅啲哦，什麼人啊做下嘅做下一條路，還不是家裡的廚房，是餐廳的廚房，其實貼貼的貼。嘿，沒錯，一門吼要做教學路線。哦，啊，唔願意屬於嘅正義係檔案嘅學生係嘛？做乜用嘅啊？唔會啦。徛到位都唔會徛，拜託我訓練一下。那敢講吼，邱師傅哦，還好他有轉型過教後，怎麼說？因為他的顏值待廚房太可惜了。真的，真的比較適合待在主持這個位置。好啦，2個女生主持沒做對哦。好啦，今日來看一下今日我幾天嘅食材哦。好，哎呦，真經非常期待哦，因為拎落後我就馬介食材應該真經唔低，打開來是會低的喲。挺好看。哇！很澎湃呢。哎呦，喂，沒地，哎呦，這邊有那麼終於有飯了，終於有飯，終於有飯製作單了位。總算不能立飯呢。哎，錄到50幾集，怎麼才出有啦，現？前面好像也有飯啊，有啦。分量吼，好像有點太少哈。對啊。好，那大家煮乜嘅？嘅啊。聽下，我煮乜嘅咧？看起來好像是不會是炒飯，不會，不會，因為沒有蛋，沒有所以一定不是蛋炒飯。對，所以不是炒的，就是對海鮮粥。哎，盧師傅說的有像哦。所有可能哦，所以今日我煮甜嘅料理是係盤湯。飯湯，哎，是不是？哎，你講嘅鹹梅啊？哎，有像哦。對，是嘛？哈。可是飯湯跟梅之間，是不是跟着飯粒的那個麵的上塗冇唔樣？盤湯伊盤粒一定攤來出嚟就做得啦。哦。係啊，飯湯。今日嘅內邊會帶來乜嘅種嘅盤湯哦。好，我們來看看哦。沙地好人呢來分享到我呢一篇正言動獎誒，嚟這個媽媽帶着妹 Q 來參加李正氣、劉亞萍分享。快啲！大家好。還有哦，冷水哦，哎呦，沒凍醬哎呦，南部已經做乜嘅會凍醬咧？中上放上姐妹檔，利慶記撈利曼記。哎呀，哎怎麼辦？我
我觉得啊，哈，看到TVB 来到南部6样的时间，我觉得人家说南部的太阳比较大，比较热情，可是为什么是北部的人比较黑？黑啊，南部的人比较白，那没道理啊。因为你们常拍因为外景，我们晒得不够多啊，都在躲太阳。我不敢真的，晒了。因为你一定不敢相信，我们李晨记给黑港中人。他是那种港中人哈，真嘅看唔出来吧？多种欣赏诶。出来呢哦。对啊，亚萍几多岁？哎，萌萌啊，看起来都很年轻诶。唐公，你刚结婚1年系嘛1年啦？1年啦。啊，嫁出去也係女婿都也似解啊？女婿喎，06年，阿妹嫁到年咯。對啊，啊，我們就當你專門嫁。嘿，好，最羨慕的啊。应该是妈妈给的压力蛮大的哈。哦，妈妈同係前呢哦。好羡慕哦！而且来到讲，唐公呢，即將結婚年啦，佢老公呢就比吃到皮10公斤。啊，尹燕婷哎，这个传说是真的吗？真的有。就說你當日都愛煮飯，父母卡車，差唔多明日都煮飯，唔會翻嚟都打電話俾媽媽講。救命！救命！求救！客家的女孩就是这样，古時候走馬嘅房間都會說，哎，偷姑娘就會偷客家乜嘢，嫁老公就愛嫁本客家男美人。剛好是哈嘎飯桶啊。對，好啦，今天嘅比賽有心情冇？有啊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我同你講吼，我哋冷水吼動力哦，認為佢哋用啥平常時就培養默契係嗎？哎，有一起做菜哦，真的哦，慶記節吼，最厲害的是嘿，大家嘅客家秘訣全會做，真的。你老大家講一下，你最厲害嘅一道菜，你不要再 say 這個了，真的有一道非常厲害的哦。前種菜，你去談過嗎？前種菜嘛該。現即係啲呢鋪嘅溫蘭竹田方面呢，聯絡方面呢，那有是的，嘛該。前種菜，千層菜，千層的，千層菜，用泡皮去包，一層一層，千層菜，千層菜。對，但是他們好像講前蟲菜哦，這種前蟲菜、老蟲年菜是嗎？會失傳的啦。真的，這是要失傳的菜了。哇，跟你喊一拜來做評審現場表演，不太可以啊。所以啦哈，令偉身為主持人有一個特權，就是可以換菜。來，前蟲菜。有這個特權嗎？我們是可以換主持人，沒有可以換菜的。不你發現啦。對。好啊，今年哈，真正動厲害啊，因為基隆沙真正係走客家美食界的女神，有信心嗎？有。哦，馬上我哋提前講下比賽咯。木下好明星，大家家庭都有算係自家嘅好明星。兩嘴啲寒天嘅時間地度做出自天嘅菜色，算來係雅福卡嘅卡上癮，也係雅福卡嘅明星好呢。比賽會由兩嘴嘅小隊長先開始，準備拿出雅福卡嘅好本底料，一家之主上菜嚟。唐講呢，南部嘅朋友呢，你下真見到都嘅練習嘅。係啊，看到愛豆嘅師姐的化妝室 ，Q 龍冇 Q 龍 Q 龍冇 Q 龍，不信看對不對？一家之主愛追求。Q 冇 Q，你看，你敢知為最強 Q 冇 Q 你看，愛豆這個節目還忙出了之前哦，客家人見面嘅師姐講，你雪寶嗎？唔係哦，兩下唔係了，講 Q 龍冇 Q 龍。好啦，今日我搞開菜傾，慢陣先，我加油，你先開始好嗎？加油加油！好，剪刀石頭布，剪刀石頭布。哦，你先開始哦。一家之主愛情橋。Q 冇 Q。好，我輸，我對不起。慢鏡先動厲害呢哦，好厲害哦！唐公他是我們忠實的我不能夠跟粉絲比賽，對，因為我沒有辦法贏，我只能夠跟你這個沒良的比。難怪你跟他們都慢一拍。對，那你跟他比。好，加油哦！剪刀石頭布，一家之主愛情橋。Q 龍冇 Q，Q 冇 Q，Q 龍冇 Q。沒關係，你這麼狠啊哈，你就得不到南部粉絲的青睞的。對耶。我檢查嘅1分鐘水了，進行比賽就對俺要片開始哦。哇，我看俺要準備到暗澎湃耶！我天哪，又有會散又有看山珍海味。剛俺要還有2分鐘的時間，等下我向俺先做嘛個事情，慢慢。先同佢切嘅豬肉。Oh my god！好 OK。客家妹是沒有在怕的。這個是。早晨頭早，安台挑呢嗎？嘿，安尼嗎？
好好安尼，好嘿，啊再对半切散，哦这样嘿对，切哎，做得吗？可以，做得，嘿，可以的啦。我们哇，客家妹没有在怕的。哎，你到底煮什么给老公吃啊？对，因为可以。我刚刚看你这个白色的部分那么多，我就知道10公斤哪里来的了。对啊，你是在帮老公坐月子吗？你这个是好的，这样老公跑不掉。因为跑不动。对。你们自己自己做的盆汤是不用很多东西哦。嘿，你看呢以前迄太家庭，啊有时节种台风天，从不然台风天啊，妈妈如果煮安尼可以散，因为他十几个人如果安尼吃饱。哦。哎呀，有同一个饭安尼煮。你们以前就这么有钱哦。妈妈我不然就个安尼，当安尼皮皮。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好，干呀吼，先休息一下。好，因为呢，恁用机啊就1分钟安尼，所以呢，来聊哈，先鼓励给到毕业吼，跟张伯谦出糗一下。好，我一聊下倒聊哈。对，好，待会见呢。好。哇，我这个海扇哦，美剧诶，不过我冇看到猪肉，不过就猪肉饼等呢。哦，哇，你看猪肉，哇，比昂啊，呀，猪肉那个秘密你看嘛个，秘密武器先从那拿出来。好 ，OK 好。你学习煮菜没？嘿，让我妈妈学的哦。系啊，还从妈妈那学的。你爸爸应该也蛮胖的吧？差唔多哦，有冇一样子？呀，秘密武器。介绍一下这个姐呢？这个真的很棒哎，中午不用放饭了。哇！你看猪肉，哇，比昂啊，呀，猪肉。那个秘你看嘛个，秘密武器先从那拿出来。好 ，OK 好。已经曝光了。所以你让我不用出糗的机会了，先切好了好吗？冇，给你看一条哟。而且还切，你还先会做嘛个咧？切牛，切干牛，切海鲜呐。哦，海扇，一条，一条一条的哦。他不会切那个。嘛，这个你会啦。好，第一次开始。这太简单了吧？会讲哦。这个有什么？每一个要同样的宽度。可是没有哎。差不多了。厉害了，够厉害的哈。还会切嘛个？猪肉。猪肉。对，整个还都得比高嘞，对半哦。对。干肉多哎。对呀。安太快哦。一个梅花肉还有脱过，油脂分布。对，它这个很像牛肉哎。对，我刚刚也有牛小排的味，很像牛小排，真的。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好。两下哈，我就走得继续做。两位大姐都尴尬的笑这样。刚刚讲说，哇哟，怎么年轻人这么会做菜？发生什么事的？尴尬。两下你都有凉沙强下做哈。好。两位太极本单就会挺懂你啊呢。嘿。哇，你还做马改头？公务员。公务员，难怪那么漂亮。哎呦，肉围啦。公务人员跟漂亮有什么关系啊？因为公务人员就不用晒啊。真的，公务人员我们那边一直晒的也很漂亮啊。那就是南部的问题了。哇，你可以拔，还有切hình呢。还可以看下，可以风吹跳。出来，对。可以硬发的吗？3、2、1，时间到。风吹就得开始哦。风吹就得开始哦。哦，继续没？嘿，你继续。好啦，我问下吼，係唔係盆湯你另外用玻璃菜啊？它讲啦，它讲提那个鲜味，蔬菜的鲜味。有酱菜啊。因为我看吼，你用煮准皮的，全有玻璃菜、芹菜，就是一样的地方，重复性也蛮高的。好啦，那我们先过去了。继续准皮哦。好，加油哦。来嘞，猪肉馅饼糕就对了啦。猪肉全胜了，全胜了。这一集录完吼，会变成养老公计划吼。大家伙哈吼，假使哦给老公哦疼笑哦，都会去看你怎么煮哎。哎呦，煮本台家看。我们的重点来了哦，茉莉菜馅饼落去煮甜米，系嘛？对，汤头，汤哦，皮汤，那个皮汤，用点的猪骨头，
太滚了，太太滚，贵，很营养啊，太贵了。真的所以她老公是连喝汤都会胖，你也太营养。对，因为好是煮出来的嘿，让我妈妈学的哦。系啊，还同妈妈那你爸喝呗。爸应该也蛮胖的吧？哎，差不多哦，有没有一样比？真的假的？我们都是健康宝宝。哇，好幸福。妈妈才会煮菜耶。嗯，哎呀，哎，亚萍强告一下，人家他连下工都会比较穷，是为什么嘞？啊，那个下讲那个甜面没有出来，小米让出，虾壳会有全部会用它豆落去啊哎，呢。全部都下去。而且我们是有提味完整的规炸，虾壳有虾壳的，它的虾红素、嗯虾壳素，所以跟那边又不一样哦。你会用虾盐，团圆煮了海产的高汤水到了，还讲好，因为因开始像串汤的这一定要老，因较先爆好，好方便是啦。爆下来好啊，是做平常随地来煮高汤啊，用到洋葱啊，用到一些新香料来做煮高汤那样子。对，好，差不多，我们过来去看看。好不好？继续加油哦！哈，我对我这组太放心了。那大家讲下，你家下有表买东西嘞？忘记了。阿姨是上铺，你的料到没系高汤嘛？哎，我们也是高汤吗？我们也是高汤。也是大骨汤吗？天哪，我真的不吃早餐。鸡汤，鸡汤，哇！哎，比较便宜，两种我看来每头呢。我觉得评审老师，你等下不是评的啊，这叫比耶。嘿，我一看就知道了，真才对，你们待会就是讨因为论你让谁负责投哪里就好。对啊，这必爆就好。对，秘密武器。介绍一下这个姐呢？这个姐呢？我嘛个天妇罗的一是绞肉，嘿，天妇罗可以偷吃吗？可以，一是绞那肉我。就帮俺选。好。绞肉还做是像做了汉堡肉一样的，很煎我该冇想到，该天妇罗做咧用姜很痛。姜很好，因为增加给它甜蜜。还有那个红萝卜，对，而且是那些吹，一起就吹，不用跟马起啊，比起比起增加那个口感。好啦，刚刚玻璃车先不用海泥嘛。开了，开了，哦开了，打开了啊，好，不要了。还蛮滚呢，哦，又滚呢。那个米饭，它有要煮到全熟才能放吗？还是要几分熟就可以放？不用，海煮的，也可能是这里下该煮盆的时间那不用的水啦，所以冇按熟给海煮一下。啊，有人已经盆种到温底袂度了，烫煮好淋上去，好，然后口感该煮米粒的口感，这样就是要有一点点茶泡饭。对，有这样啦，对，甜饭。啊，一网路一个饭堂，安尼放下去又好，走。还有朋友咧就注意无，烫咧煮好啊，我那样的种音乐吼，一个有没有个好料？有分配料的，就是它。你可以洗先溜成溜个料啊，待下吃出盘体这样子。好，我们再去看那边的好料。对。哇！你看，跟你听讲的，像伊了是那盘准备好，你看都要盘底盘。那会不会太少？好料是不用了。那我一个人要吃一碗。这边还有你是要把饭要淋上啊？我们是不一样的。之前卢师傅跟他讲诶，跟两种的放法子冇穷的。好棒哦！那我们可以吃到两种口感呢。对啊。哇！没吃早餐是对的。如果说你要怕淀粉质的话，这是糖就好哎。这一集不怕。看秘密武器，秘密武器拿出来一下，要你下标给吗？哎，对，你看。批款，出示批款。阿姨下标嘞。贵雄哦。对。东南片的吼，全部片也详情。片也连沙片1万呢。哇。好，大概猪油没下标的吗？哎，猪油没下标。真的，我都是自己弄的，没有什么加工。我只能讲2个字，难怪。难怪也要选标下去。天哪！喊你把接轮南浦州一家之主。对啊。哎呦，真的。那我可能要搭配减肥药。那紧紧看到吼，因为我这个节目聊了差不多有50多集，真的只有在南部的时候，他们的糖是直接这样放的。大气对。哦，刚好选甜啦。好，我们等下回来，都 get 有新的事情发生了。哇，庆记姐，你怎么给挑完的？真的差不多负责，像不用负责。负责分哈。啊，这个下去。秘密武器。不要太多。哇，好多秘密哦。你就从你去甲标的啊？哎，这边。哇，也是自己标。好 ，OK。
啊，这个一碗是1人份吗？明珠如果吃得下，可以一点。你走的哦，我可以。你走的哦。那这一锅是给我的吗？那来抓紧做一杯了。没问题。这个真的很棒哎，中午不用放饭了。我倒数了哦。好，淋上去啊。 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打者吃可拿体育馆地图，乃部卡米西较好食嘞。哇，那体育馆呢就丢出暗澎湃料理啊，跟饭桶哦。张伯谦，你有口福了。今天应该就会呸的啦！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那你不要吃。我等一会儿要吃2碗。又会响又会生啊！对呀。好，对，风吹先了，快试试喽！哇，好。我要那一大锅啦，所以这一锅后先给大家吃。你是小试身手一下。对，我现在给大家吃这个哦，好好吃哦，这个汤头。哇，连卢师傅都说哇，有颗粒感，有颗粒感，超好食嘞！真健康看啊，所有食材嘅甜味然后奇味全部都喺度，加上兩個鳳蟲頭。滿英姐，為什麼？好吃，為什麼？謝謝。剛剛先嗌呀，倒閉啊，先嗌給倒閉嘅。還忙着呢。一邊前是，好，真的吃吃看好嘞。哇，我一定要吃秘密武器。怎麼會完全冇叫蜜桃兒？太好吃了，真可以用蘸料哎！而且大家，我們剛才的調味料幾乎只有加係糖樓鹽、胡椒粉而已。完全係夠痛，它的高湯甜度。對。你們點解你兩個氣到了後凍翻咯？你就還學到凍飯。你要不要待會這樣舉？凍翻咯，凍飯先。這樣舉好了。今天凍好。還好你們是1前1後給分，不是一起給分。好。好來。又想法嘞吼。好，正經啲觀念講，正經啲都挺好食的，一樣的好。唔過呢，來看一下兩位評審審查，這個較中意哪個誒？是先搶邱師傅搶分數。噔噔。好，量下盧師傅搶分數。恭喜！哇，真嘅係2比1咧。丰堆哈，它因为它的那个虾子有把那个虾红素炒出来，壳虾壳素炒出来，然后也有葱素，不用，有它感应的香味，也米饭没有下去煮，可是它把那个味道、汤汁全部都吸饱了，真的。盧師傅呢？你講嘅咧湯啊，凍甜啊，叫啦盤冰海要抓一下嘅。看個甜味吼，迄時都吼完全有個甜味啊，煮了個有白竹筍啊，然後拍菜條、風菜條，啊竹筍的香味有出來，吼，呢種整出來湯頭的味道啦，樣樣啦，吼。好。動難評。動難評，唔過咧，大家先休息一下，你等下再繼續來食，等下伴盧師傅來無限，可能佢哋帶來馬四個料理，來教大家咧。這個是什麼？高湯是大骨湯還是雞湯？大骨跟雞湯。哇，那就是2組加起來。所以2組給我們各偷一半過來。假使就時間，我哋做臉腐嘅法。雕刻。叫佢做雕刻，該做即咬用咬嘛，咬以後啊東西食落樣嘅。種蒲素滷菜。耶，盧師傅又要帶來乜嘅4個料理，大家跟你一起學。今日教係即教做板湯。板湯，係，叫做板湯嘛。飯湯。板面做得做湯啊！因為個板面米食嘛，你客家嘅米食凍又涼嘅。哦，今日去準備乜嘅食材？來看一下。咩係凍澎湃？你客家人冇得一樣小氣嘅，伊要準備嘅有鮭魚，好有卷啊，好有菜條板、竹筍，好山青葉啊、香菇、芹菜，好芹菜條啊、下邊啦、鳳蟲條。跟乜嘅粉啊？跟係麵粉，等下嗰啲會幫你鋪咧菜條板，跟啲啊麵粉變到菜條板咧，哈，啊油燒咧是甜甜的，盧師傅，因為來選那個麵粉來它裹它的粉啊，因為其他粉做唔得哦。用麵粉鋪機會係會斜斜樣嘅。對啊，那如果唔會鋪過，
是只煮未做的，没做的，嘿暗锅较会散啊呢，还会散体样因啊。伊泡过的怕较会嚼痛啊。这边是用萝卜糕嘛，嘿，那芋头糕也可以嘛。做的芋头糕，啊，冇食，他想没做用做的用啊，你来拌燃，拌燃没做的没啊，做的啦，汤圆啊，像盘做个时间，他煮的那个炸汤圆那样子。用泡过的，冇是用糖果村做的。哦，哇，叫一下哦，哦，叫一下。哦，你阿片啊，你实实咧准备。下边先煸哦，香。先煸香。妈，该对煸香哦。到底个讲咧香菇啊，一般啊，伊像浸水嘛。但浸水跟梅头可能会焦体，爱会水到米酒1比1的比例害子，所以它香梅。你管传下去，传下去。阮睇个皮看个，甲香菇浸落去，浸长久，甲香菇的梅头是焦体咧。哦，所以你要为配定甲的米酒呛下。我闻到酒我都醒了。醒了。一定会用走的香菇来炒的嘛。好香，嘿。其实你也未像伊听讲的，咱去做个拌燃的料，未做得啦。竹笋。没笋笋啦哈。没竹笋，绿竹笋。哎，这个是什么？高汤，还没够痛哦。高汤，纯皮好的高汤。是大骨汤还是鸡汤？大骨跟鸡汤。哇，那就是两组加起来。还是两组给我们各偷一半过来的。你还有该同该回山的，好高汤全部过滤起来的，精华程度了到。天哪！哇，血冻好款哦。金黄色哦。金黄色。哇！不，这个就像你下家人是跟老配半糖共用啦。哦。啊，厉害就。汤头该酥酥的上令诶。嘿，所以本去让因切切。呀，让啊你的鲑鱼冰下去。哇，哎，鲑鱼系要先烫过呀。烫过，冇冰下去，佢爱袂有杂质。那烫过的时间不是全熟哈？嘿，烫差不多8分熟之后咧，你也可以煮一下。你今天三层有煸吗？要跟我们一样要煸锅才会香哦。啊，该要先处理过咧。要借你吗？唔是。风水的吗？我们有多煸一些。还有葱头，胡椒粉，然后胡椒粉，还有胡椒粉，还有胡椒粉。客家人比较少吃辣椒，黑色胡椒粉对不对？然，好，滚菜哈，冰下去，水尾啊一滴滴香油，哦，香油改下两组全部冰吼，有哦，出了来淋。哇，个时间到嘞，哇，色香味俱全。哇。这一碗卖多少钱，老板？要不然餐桌最少会卖200。鲑鱼，就烫啊！哇！刚刚卢师傅说这一碗多少钱？至少200块。哇！太便宜了吧？有了。啊，你到台这家做的是饭汤。好，安两句后塞了。来看咱来做的是，好，先测题目。好，考台这个啊，糯米的东西啊，用半因为好为中医。A 是淀粉特性啊 ，B 是有碱性成分啊。好，先猜拳。我们先猜拳。好，姐姐好吗？好，来。剪刀石头布手。好，来行前一系列哦。来，剪刀石头布。哇，没关系，对吗？要选对，先抽大手对哦，来啊。A。妹妹感觉嘞，慢一些。A。好，去用啥？全选 A。安尼如 B 的啊。古代答案的嘛，给你。答案是 A 啊，嘿。耶。因为我哋糯米的个淀粉构造啊，老日版的在白米啊，冇强溶啊，所以我哋煮个糯米的时节啊，因为好黏啊，黏性好强啊，所以好唔会效法，所以是咧好会蹦中医上面。哎，张伯谦已经冇办法够再皮下去啊，而且呢，自从我哋节目播出的过后，大家有发现。从第1集到第50集，大概体重越来越太长。哎呦，哎呀，发面劲累劲抬。非是不讲的话，大家都以为他是伯谦哥，我是明珠妹。太好吃了，真的吗？每一个食材的味道都有它的味道单独出来。
然后汤也有把所有的鲜味又渗到里头去。真的吗？对。好啦，泰家做在豆腐卡了吃周坤呐。这一关呢，泰七家应该都有好到诶。不过呢，加送一关的比赛，蓝水老凤水系1比1，最尾面一关了，泰七家加油，谁来进行最尾面一关比赛？爱是太祖谱。用嘴巴用接力嘅方式，运用客家特色食材，完成总谱10天愛做嘅菜色。啲先前唔知會出乜嘅題目嘅情況底下，用嘴咁嘅因為太緊張嘅，撒亂盤盤喎，到底馬沙張係真正嘅一家之主。而你誰來上菜了？接下係熱避熱嗬，你舌頭你乾我會加油了。好，我等下會打開呢個食材哦，哎呦，東南啲係水果哦。哇哦！今日我哋主題嘅食材係，哎呦，蓮哇，來到零樓也特別1天2 4也特別嘅蓮霧誒，也特別嘅蓮霧呢，裡面有當好嘅水質，故所種出來嘅這個叫黑珍珠黑美人啊哈，這個是一個奉到台灣以外外國去嘅呢。最厲害哦，蓮霧哦，還有退熱的功能哦。哦，真的。做南部嘅蔬菜哦，熱天我食蓮霧啊，不過今日蓮霧做啲下菜麼？做什麼料理咧？熱帶水果卷。卷給你的。熱帶水果卷啊，哈。是。故說等一下還需要用到我們的其他的水果。哎，要去煎蛋皮，之後一層奶油，熱帶水果鋪上去，還有生菜葉，這是千層派的概念呢，一層一層的煎。好，高亮師姐先來出題目，我們就要問一下，切開蓮霧的時候，在衛生紙上為什麼會被染色？哎，正經嘅。白，黑馬該花青素，還 A 分泌創傷激素啊？哎，猜拳係嘛？查了猜拳，猜拳哦，剪刀石頭布哦，拜託你讓我。好來，剪刀石頭布。啊？好，A 和 B，A 和 A B，A。A 好，我哋是做啲先 B，所以答案係乜嘅咧？答案是 A。怎麼來？因為那個花青素它是一種水溶性的植物色素，對，所以它很容易滲出來。哦，這個來進行比賽咯，哎，沒有30秒，哦，馬上我哋開始咯。剛才有這塊討論一下，我們要跟人家做不一樣，我們決定要做千層派，我們要做成派。這個呢，先讓它熱油過一下。總算有本來表現到不嘅技藝。冇調燒啊，冇調燒。完了，有點害怕我會做錯事情。我可以用廚師把啊，有湯匙了，救星！是誰給我的？怎麼辦？我想要用廚師幫忙。哎呦，可以啊，可以，慢慢來。可以。等一下要不要第二幫？我們就請廚師幫我們90秒把全部蛋皮先煎好。好，我感覺上這個我沒有把握。這個我們比較沒有把握。這個很難，我要平底鍋，等下這個預備着，要減含一，對不對？哎，做對。好，可以。那你來啃薄切啊！小心加油！薄切你的小丁歸醬哦。我哋會做要蒜片啊用。呢個係用煎嘅，又係用爆嘅。係咪討論出來？係咪討論出來？我做乜嘅種嘅？係咪打講好？剪嚟見煎卵皮來爆樣嘅。厚厚的還是細細的？時間咪到咯，做皮啦。好，3、2、1，時間到了，小心。哦，好，你要穩穩馬莎，聽一蓋啊，聽一蓋。你們要用捲的，考慮可以切細一點，不然它捲了會破。哎，不會太梗啊。我想講吼，cái蓮霧哦，唔是全部不用下去，因為cái蓮霧係今年嘅主角，所以cái蓮霧有乜嘅做法做得本蓮霧做本切當長法樣。有啊，有放法係哦。有放法啦。假使有時間。我哋做蓮霧嘅法，雕刻，有時間啊，有時間啊，一個假使有時間，假使要做雕刻，該做先用咬嘛，咬以後啊，東西食落樣嘅。你係200。我覺得出這一道有一點考驗地方媽媽了，因為媽媽懂事有做很多。踢到誒，有冇佢嘅？要滴。總1kg 吧。
太多油了。唔怕。弟弟的，我给你转一下。弟，转一下，，OK，转一下，快点把它滴一下。要给母它啦，等一下卷起来又看不到了。对。又新讲啦，刚刚。哎，它不粘锅了，可以稍微移动一下。哎，超完了，好棒！生牛，小心会大掉。小心，安尼做对，安尼爬起。哎，小心哦，莫按太力咯。行，莫按太力咯。慢落。没关系，等一下弄不好我们就做欧姆蛋卷。还没做对哦。加油哦！现在莫按太火。我们要做的呢是千层派。哦。对，等一下呢是做甜点的方式。哦，你这个切的是片呢。哦，因为千层派。对。你切那妈妈，等一下要水果做对空下嘞。我觉得等一下，水果我们稍微煎一下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我们的每一次出那第3道的考题的时间啦，都会让我们地方妈妈变得很手忙脚乱。你们评审不要再整我们的参赛者了，有时间呐。不过可以学习啊！这个快出货来了，可以转红了。对，可是我们没有人可以动。你可以稍微可以看黑莓有硬场，来讲讲听论会唔好食，唔会哦。哎，可以，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单品，太漂亮了哦！好，你没有一次说不好吃。因为佢软皮就悠的感觉，悠的感觉，买感觉。那你就直接吃水果配沙拉油啊！不要剪那么大洞，转过来，反过来剪。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单品，太漂亮了，赢了，哎，两批都厉害哦，它每一个厚度都一样呢。对，我泡一些的啦，哈。对。好，我们这边应该是差不多。等一下上过来。之后亚萍和孤蛋哦，跟苏妈妈宽点哈，没问题。哇！哦呦，漂亮呢，2边煎的都很厉害呢。真的耶。小一点，因为走散渣的哦。通通用一点，弄一点。哦，莫弄黑，错个。也可以做地图啊。好，我俩唱出来是最后报道外背还可以地图诶。都可以，要装饰也可以。不要用可以吗？不可以浪费食材。对，阿义工把它吃掉，把它吃掉也可以。因为那个会坏了我们的想法呢。摆盘。啊，对，铺底。你要拖出来做那种焦糖来做吗？拎上去。做对啦，安尼过奖啊。哦，假是有时间啦哈。我是按甜啦，我是皮啊。哦，是按甜。他说我太胖了。你就是啊，有人说你太瘦吗？姐姐你好诚实哦。对。而家是唔会啦，僵尸都贴多了。哦。你真给还甜。不过庆记节咯，真紧动橱窗哦，这个营养学哦，将来改下吼，爱入门机哦，该帮你做咧先炒锅，还好用啊，佮讲做唔得。该营养素还会马个素，还是什么素？酵素会焦贴。凤梨酵素。对。跟木瓜酵素，其实对肠胃道很好。庆记节你很用怎么改为地啊？都有地学的哦。哦，看电视。没有看书也要看电视。对的。廚師都得幫聽23秒哦。哦，你下有本廚師嚟哦。T3版哦，正批哦。幾項做得讓你講。9、8、7。繼續，他會怎麼改？5、4、3、2。哦，晚休。哦，完美美，慢進間。那慢你要走呀哈。好。你要用廚師幫我嗎？廚師幫我。你要用你吼。好，我走馬改，我走馬改。我愛講愛順勢。我要用卷哦，先走日加不你走了，好，先記好。幾時搶開始？好，我專心看哦吼。慢進間過來。哦，你下先對半切係嗎？哦，那是先擠一坨。哦，不給粘上去。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爆油了！哇，很厉害耶！他化腐朽为神奇耶！锅签可以吃。好，怕，反正都已经胖了。辛苦哎。够惬意啦。哦，好。
你没有一次说不好吃，拿那纸巾来给。每一次吃到都，因為咧水果凍清爽，因為佢軟皮就悠悠嘅感覺。悠悠的感覺，悠悠的感覺，蠻感覺。那你就直接吃水果配沙拉油啊。有香味。好 OK 好，我們過去哦，好，繼續加油哦。等下，唔啊，你都要去看到哈。清楚啦，好，停停來啊。謝謝。哇，你們是想開下午茶店哈？你要不要用楚楚？你要楚楚？楚楚幫我。幫我，好，要。那年，還有那年。地震機啊，不拿的。講下。好，主持潘松海。繼續開始。好，奶油是不是慢慢在融啦？对，因为它因為軟皮可能有點sausau嘅，就會融那我就可以加巧克力醬哦。M 嗰種聽未凍好食咯，就挨街下，就是很熱熱的。那你们还要一层嗎？嘿，再多一層。嘿，他們還差了997層。你跟我欠錢啊？差不多2次就3000啊。我好緊張哦。唔怕啦，你90秒呢？過30 30秒過呢？那你在做什麼？那個奶油還有那個不同的口味啊，不同的口味。該做得等下擺好些拎到當個畫盤啊，畫盤咪做得。30秒咯，是存30秒的喲。等一下，還有切係嗎？哦喲，應該有切的，做得到。哦，這個切很難哦。不會。難哦。要先幫你切嗎？好。切給我倒咯。哦。還有一半。9、8、7、6、5、4、等一下就3、停。 2、1。完之後擦。盘子要擦，等一下裝飾比較漂亮。好，雅萍，這就靠你哦，最後面哦，發揮你的創意。好，好，加油！轉來咯。它也包得等一下，很好它有哎。巧克力醬的嗎？哎，巧克力做得醬。擺到兩隻盤子，兩隻盤子來。請記緊剛剛周亞廚料理，你現在心裡面在想什麼？咩事呢？來，佢唔好飽啊！個唔好包。應該太乾的，切切的擺一隻盤樣。煮樣冇關係啦，人家就分分細細做就好了。可以做牛就做牛，啊，等一下分給它變成沙拉，蛋沙拉也可以。對，豁出去了。它就該囧啊，美乃滋囧到巧克力囧。整個變成一個沙拉。對。好像可以，可以啦，我覺得可以。又好看。哦耶！等一下，因為還有時間，因為做點舞法嗎？你這樣咩講會雕刻嗎？你這樣講會雕刻的呢？需要你做蓮舞花啦。摸全部，摸全部。因為它是虛的。沒關係，你開心就好。你開心就好。好啊好啊。那個。好了好了，可以了。很漂亮哎。你懂事，你懂我點心？美乃滋，它是美乃滋。你懂我法，我不用嘿。你留下。不要剪那麼大洞。不是，反過來剪。不是。邊角嘅，鄉下的。你留下將這，哎呦，你留下將這些按線器哦。那個是煉乳。煉乳。啊，可以了，不要再多一點點了。煉乳凍好鮮的哦。哦，倒數的，倒數的哦。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時間到，打來試試看到呢個地度，那家長嘅啲太重譜咧。啊，這道菜實在是太嗨了！對呀，哎，剛才我跟你講哦，剛才好，節目組說跟我們想象的不一樣。好的啊，最對愛快試試，做底黑波3口了，吧，我們剛才就做沙拉了。對呀，還沒創意耶。一層一層，沒有哪一層比較厚，哪一層比較薄，剛剛好，抓得剛剛好。好，一下本身難吃了，可能我你那個巧克力醬實在太豪邁了，不惜成本。對，真的。客家人很大方的。哎呀，哦，巧克力又好吃哦。好吃哎。蛋皮同係做嘅差唔多哦。你8分啊！好香哦！我覺得這一道也很難評。緊張嘅時間到咧，呀，剛剛呢，條前前食的呀，當好食的飯堂是還沒上好了呢，很完美的 ending，是兩個熱態的水果乾。兩時間呢，先搶邱師傅搶本分數。好，兩個係2比0哦，陸師傅搶本分數。恭喜！
都怎么改嘞？红队跟蓝队，也熊桶用做了几好。红队哈，他有做莲雾花。哦，莲雾花加奋斗的呀，莲雾花啦，也摆盘加分加在亚萍身上，视觉上够孬啊。对，蓝队他的炼乳加的不错。刚才本来以为满盈记他是失手了，没想到呢，变做一个董好嘅点也算好的啊，卢师傅。其實用你用你擦邊時候，你一路佢要用以前做嘅，該要用鮮奶油，所以應該做得比較香啊，好醬啊，所以應該講擺盤啊、色香味啊、擺嘅香味當中啦。好，你一路可能正差落去爆啊，我地位可能摸該用嘅鮮奶油，好摸腌水果，但是佢。好的，又不用按多的巧克力醬哈，大家都愛巧克力醬，應該好香咯，然後就均衡啦。但其實正差落嚟，對啊，整體性差多一點點。對的，所以我們還是贏在蓮霧花。擺盤呈現方式啊。好啦，比賽仲有一些嘅成績嘅問題嗬。啊，連馮翠呢得到3分，藍翠得到1分。估數啲時間呢，哦，馮翠得到3000元嘅加菜金，恭喜都買菜頭都恭 QPP。好，咱水今年吼，未動厲害哦，就得到未動厲害嘅獎品，係不粘鍋廚具6件組哦。哇！恭喜！太棒了，都好13年3天。當歡喜睇次間呢來到亞洲嘅，其實今日最幸福嘅就是我們了。啊，有識到其他就帶來安好食料理。韓國那幾道嘅心得，客家電視台有嗰啲節目，本藝人表現啊。quay hò nội dung quay phong phú à anh này hè anh hy vọng hai như bài Nam Bắc來上邊下站帖了，北部贏的人，給我們表演來上很好的點子，好哦。好，亞萍呢？我感覺煮菜係一件輕快樂嘅事情，按當煮嘅菜本唔講好食。俺做一家之主的人啊，如果夠有信心，真的，啊，希望今每次都愛煮的菜，能有滿滿的幸福感。有呢，所以你煮的菜都想痛呢，真的。慶記姐到大家分享一下你參賽哦的心得。上天是呢，那是安而且靜安講，係啊，不是有18個篇章，因為後來打開來但係啊。係你數件糖哦，做出來，表現得當好。行牌就幾乎啦，今年就放棄嗎？可以可以啊。要放棄哈。曼靜姐咧，當歡喜參加一個一家之主的節目哈，一邊想一邊做哈，這種感覺真的很棒。啊，做出來哈，你感覺到很有成就感。難怪英語缺少。我一直想。係啊，東方喜咪恭喜。好啦，呢天快來到屏東咧，到尾正經感受到屏東嘅也就不講係料理啊，年前面正經係本也就有出講，心已經調到咧到尾嘅，完全連係咧。而且呢，剛才你已經下站帖咯，哦，北部羊嘅皮哦，嚴重咯，嚴重了，李正基已經然後下站帖，本羊睇起來 Q 下嚟參加哦。所以啊，假使吼，你當想哦，一邊想一邊做出客家嘅 surprise，假使行行一副哈，又當配嘅老公，你係教大家你係怎麼養出來的，全做對嚟報名參加哦。冇錯，一家之主，本羊睇起來 Q 下嚟挑戰，等你抽幸哦，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